讲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台语诗》。白相思，一杯小小的咖啡，等无你来煞冷去，加较侪糖嘛无味，啉落忧愁等趣味。为你才学啉咖啡。落后苦涩上自起，加吉笑容加欢喜，啉久无啉白相思。心心相偎啉咖啡，掺着甜言甲味记，庆出白人的香味。未啉人就已经醉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第22集，欣赏的是嘉义的韩文老师所带来白相思。先来去，咱邀请韩文老师来跟咱分享一下这首诗的心情，也有这内底台语文的用字。咱唱白相思呢，照着啉咖啡来讲伊白相思的心境。当然，啉咖啡爱找对的人去啉吼，才会有迄个气氛啦吼，心情才会好啦。若讲爱人陪伫身躯边咧啉咖啡，当然就那像咧讲甜言蜜语嘛吼。若无爱人陪伫身躯边咧啉咖啡吼，就人就无精神嘛吼，就足艰苦的，所以咖啡吼就感觉足苦足苦吼毋过若有爱人伫身躯边咧啉咖啡呢，迄就汤甘蜜甜。无爱人伫遐，就像咧白相思啦。若有呢，敢若迄个气氛就足赞的，未啉人就已经醉啊。即个冷冷的咖啡，你搁伫遐一直掺糖，嘛是无滋无味啊！咱是愈啉愈忧愁，愈啉愈艰苦，所以讲啉落忧愁等趣味。即个人吼，就是讲，伊本来可能是无啉咖啡啦，因为伊的爱人做爱啉咖啡，伊才去学啉咖啡，若无爱人伫身躯边，也是讲伊拄开始咧啉的时，即个咖啡是足苦涩的，足歹啉的。毋过若爱人伫身躯边，伊就安怎？虽然足苦涩，拄开始学啉的时足苦涩，足歹啉，伊嘛安尼家己欺骗家己，叫激着笑容，那像伊足欢喜的。两个做伙啉久，伊无啉，就那像咧白相思共款。咱讲即首白相思，有一个字，咱要来讲一下吼。等无你来煞冷去，这字煞，咱要安怎写？煞落来，煞尾，咱这个煞，刹车的刹，咱华语讲刹车的刹。咱若伫台语遮咧讲煞，就是讲，等无你来。
竟然咖啡就冷掉了，竟然的意思哦。本来烧烧的咖啡，等无你来，咖啡就安尼冷去哦。咱即个啉咖啡的啉安怎写呢？咱一个口字边，搁一个手拿的拿，就是姓林即个林口字边搁一个林，叫做啉咖啡，啉物件搁来，咱有一个字要来探讨一下，参照田言甲密语，这个甲一个人字边，甲一个合作的合，叫做甲。这个甲含咱台语讲的含同款，我含你就是华语讲我和你，咱台语讲我甲你，这个甲就用人字边加合作的合。一杯烧烧的咖啡，等无你来煞冷去，加较济糖嘛无味，啉落忧愁变愁味。啉咖啡伫咱台湾已经变成一种全民的运动。不过，你敢知影咖啡是安怎种出来的？选入去，咱邀请花草食物专家关秀斌小姐为咱来介绍咖啡树。咖啡树，咱台湾在过去其实就已经伫国庆的时阵，伫日据时代，迄个时阵就已经有咖啡啊。是后来即几年伫网络上，大家伫咧推广的时阵，咱才知影讲，原来咱台湾嘛有咖啡。咱台湾生产咖啡的所在，即马上出名就伫咧云林古坑吼。其实台南的东山、嘉义的阿里山嘛，拢有种咖啡。咱讲到即个咖啡树，伊除了讲会当观赏以外，然后伊会结出着迄个籽。伫咧外国人，伊会感觉讲，即个果实吼，伊成熟的时阵看起来，足像樱桃，所以因拢会甲伊称呼一个名称，嘛是称呼伊叫做樱桃。所以有足侪人嘛是甲伊种来做观赏的树啊，因为伊看起来，若是迄个咖啡成熟的时阵，伊就是非常的水。其实即摆的咖啡已经拢足普遍的，伫咧咱平地嘛足侪的。但是若是伫咧咱台湾的气候，咖啡上适合的所在应该是伫咧较山区，因为伊较凉冷。若是咱家己要种的，要种来观赏嘛是可以，只要迄个排水好。伊毋免讲全日照，应该会搁较好，因为伊有一点半日照，伊会较凉。所以咱若是家己要种的话，爱注意着伊的排水，以及讲伊伫咧半日照的所在会搁较适合。咖啡伊除了讲伊会当观赏以外，咱拢会满伊迄个籽嘛。咱若是家己种，就是纯观赏，咱就无来做采收。所以讲，咱家己用盆落去栽嘛是可以，也是讲种在咱的厝边来做观赏用，拢可以。上重要就是上好伫咧半日照的所在。一杯烧烧的咖啡，等无你来煞冷去，加较济糖嘛无味。啉落忧愁变愁味，为你才学啉咖啡，落后苦涩上自欺，加激笑容加欢喜，啉久无啉变相思，深深小碗啉咖啡，参照甜言甲蜜语，唱出迷人的香味，袂啉人就已经醉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，
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。韩婉老师写诗，关秀斌小姐讲解自然文史，洪昭文吟诗，专门客电台制作，江苏主持。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一次再搁继续空中再会。